越追錢越窮。佛經早就說透，財富是因果而嚟嘅自動匹配，投對頻率才自動上門。歡迎來到長線關注。你身邊唯一開 OT 生意，人工卻永遠趕不上物價。你身邊試過所有理財方法，卻還是存不下一分錢。你身邊越想賺錢，賺就離你越遠。後來也被無數人勞碌一生開財富網銀，你追着錢走，錢永遠躲着你。當你停下追逐開腳步，討準你在開因果頻率，錢反而會排着隊主動奔向你。這個被現代人遺忘了數百年嘅宇宙真相，佛陀在2500年前就口徑了楞嚴經。例如仙人轉悟，直通如來，尋這世間最極致的世間密碼。可是早晨醫生開一場，客人度咗千變萬變，都冇讀懂它與財富開生情關聯。業報差別經有形，一切眾生是屬於業，依止於業，隨之一轉，是宇宙運行開根本法則，都是財富流動開第一性原理。好多人以為財富是靠努力、靠運氣、靠投資得來開，只是大錯特錯。在佛學智慧中，財富從不是偶然的饋贈，而是福報嘅顯化、業力的匹配、心情的投射。你當時擁有開每一分錢，都是你過去3年與上位開綜合。你未來能獲得開財富，都早已被你當下開頻率所注定。在密行經中，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的因果律，在財富領域體現的淋漓盡致。很多人誤以為學佛就要清貧度業遠離財富，這是對佛法最大的曲解。真正開佛學從不反對財富，反對開是對財富開執着與貪求，拋下經緣自生業等，自損正法。他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地看待財富，獲得財富，運用財富，讓財富成為滋養生命、成就他人、圓滿自我開工具，而不是逼我哋成為財富開奴隸，被慾望捆綁一生。你看那些真正有修為的古財高僧，他們從不主動化緣，從不為錢財奔波，可是人的生活卻總是最旺盛，供養也源源不斷。不是巧合，都不是運氣，不是他們的心情與財富開能量達到咗完美開共振。現代量子物理學早已證實，宇宙萬物的本質都是能量與振動。你哋每一個念頭、每一種情緒、每一個行為，都在向宇宙發射着特定的頻率，而宇宙的法則就是同頻相吸。你發出什麼樣的頻率，就會吸引什麼樣的人事物來到你的生命中。佛陀在2500年前就說過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你的心念創造了你的世界，包括你的財富狀況，唯一都是一句，我要賺錢。可覺得內心深處卻充滿着錢未夠用，賺錢好難，我留住錢靠念頭，那種恐懼、焦慮匱乏嘅低頻能量，就好似是對金錢都很難開。你越是緊緊抓住手中係沙子，沙子流失得就越快；你越是拼命追逐金錢，金錢就越是躲着你。我認識個做陳豐凱後生子，佢是間建設公司做咗10年銷售，每週7點出門，夜晚10點才回家。這家也都是跑工地聽客戶，是全公司公認最拼命客人。可卻始終是原地踏步，工資漲得好慢，賺幾多時多，有時候甚至還要靠信用卡度日，前後冇欠了3萬多個債務。他看過無數本理財書籍，參加過幾十場收費高昂的投資課程，學遍了各種賺錢技巧，可財務狀況卻絲毫沒有改善。他深夜對着好好開賬單發呆，懷疑自己是每天生就是勞碌命，誰都不可能有錢。連冬天看一個生意，塵封尤其OT到兩層啲，做出公司大樓時，寒風都子彈掛在臉上。他摸了摸口袋，裡面只剩下最後1000元，連這個月的房租都不夠。就在這時，還看到路邊的路燈下，坐着一位衣衫單薄的老人，面前放着一個破舊的瓷碗，凍得瑟瑟發抖。陳峰猶豫咗好耐，自己都快忍無胃了。他看見老人那雙渾濁卻充滿期盼的眼睛，他還是咬了咬牙，把那張1000元的鈔票放進了碗裡。
老人抬起頭，眼神突然變得清澈明亮，完全無視普通客氣着。年輕人，你知未？美人宴做咗未啊呀？老人口聲緩和，佢將一種穿透人心口理念。你先鋒能不能？我只是俾你啲錢，俾你買啲屎啟同後山。老人試着步步，你無視時必出，你時時打開日常通往財富啟門。老人話俾陳鋒，佢之所以越努力越窮，根本不是因為唔夠勤奮，而是因為珠海頻率錯晒。萬物皆有頻率，金錢都無例外。每一晚腦子都係高息對錢佢擔憂嘅恐懼，呢種低頻能量是對周圍形成咗都無形構成，將所有嘅財富機會都當時做出變。原來那位老人是曾為觀音時期慧明法師住下山辦事，見陳鋒雖身處困境，卻仍有善心，便決定電話入住。慧明法師見陳鋒醒，到路邊開口引信說的，你的棵樹它需要追逐陽光好呀，它需要拼命抓住空氣嗎？不需要，它只要將根深深撅入泥土度，努力向上生長，陽光自然會照到它，空氣自然會流過它，雨露自然會滋潤它。財富也是一樣的道理，當你開心結對了根，頻率調對了，財富自然會流上嚟。根本無需要你去追。法師話俾陳鋒，真正係財富密碼，曾是布施無間道，大寶至精遠，思維間流傳，能渡貧窮海。好多人以為布施就是補錢俾出去，令自己變窮，又是一個天大嘅誤解。布施開本只是能量開流動，誰之所以無畏付出，是因為聚財不斷流動。金錢之所以能增值，也是因為它在不斷流動。你將錢抓得死死開，佢就變成了一潭死水，就會慢慢蒸發。你讓它流動起來，它就會帶來更多的流動，形成源源不斷的財富之河。宋朝有位水文淵居士，生意做得很大，富甲一方。佢有意嘅堅持咗一世嘅習慣，每次賺到錢一定會攞出1/4用嚟布施。有人問住，你有心有錢，點解仲要將錢俾人？蘇文淵說佢話，正因為我會布施，所以我先有錢。錢是我水越收越多，越抓越少。我這一生山住山山，每次把錢全部布施出去後，不久就會賺到更多的錢。後來有位高僧話俾住，你俾出去某一份錢，都將你付諸喜悅開傾力，呢種傾力會回到你身上，宇宙會因為你是一個富足嘅人，就會俾你更多富足嘅機會。慧明法師教給陳鋒3個簡單卻無比有效嘅方法，必須回去堅持做1個月。第一，每周醒來，先不要看手機，花5到10分鐘做沉澱輔助冥想，閉上眼睛深呼吸3次，然後用心感受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：健康的身體、溫暖的住所、穩定的工作、能呼吸的空氣、能看見的陽光，真心地感恩一切，然後想象自己有過上理想中嘅富足生活，感受呢種自由、安心、喜悅嘅感覺，並呢種感覺充滿力喺每個細胞。定落每日至少做1次萬事布施。布施不只是財布施，仲包括法布施同無為布施。你沒錢可以分享經驗俾需要嘅人，冇資源可以付出時間幫助別人，冇能力可以俾人一個真誠嘅微笑，一句應和嘅話。肯定唔是你不過幾多，而是你比開始好嘅心態。一定要發自內心的快樂，要感覺自己是一個富足的人，所以努力教育別人。如果你比錢開心係必須，就冇可比，因為你發出嘅都是匱乏嘅頻率，冇會有任何效果。第三，改變你與金錢的對話方式。每次花錢的時候，不要想我要失去錢了，而是想謝謝你幫我完成了這件事，謝謝你為我帶來了價值。不妨最是話多謝你俾我一個招風等於開烏柴，不妨甜是話多謝你滋養我的身體，埋山是話多謝你俾我變得怎這體面。每次上樓傾何時係時候，我利是人工獎金退款都是人哋仲你開錢，都有真心想講句多謝你來到我身邊，我好感激。
这样做，你就在重新建立与金田的良性关系，让金田喜欢上你，愿意留在你身邊。陳鋒搬進班衣嘅就做了，頭破禮拜冇任何變化，這都是每日加班還是為錢畢業。下次開始有點懷疑，覺得是咪太遜嘛？但第二個禮拜就發現自己冇成就嚟做，以前沉溺進攻嘅神經慢慢放鬆落嚟，工作都變得順利咗好多，無再好事情先處處碰壁。第三個禮拜奇蹟發生，公司一個非常重要嘅客戶，原來佢負責人突然病請假，主管臨時把這個案子交給陳鋒。以前遇到呢種情況，陳鋒一定會緊張到翻屋走照，心下搞碎晒。但聽起主要一種輕鬆平和嘅心態去對接，竟能做得異常出色。客戶非常滿意，我將當成續簽咗5年期合同，仲接受咗好幾個大客戶備註。1個月之後，陳鋒嘅業績翻了1倍。3個月後，就被提拔為銷售部經理，收入翻了好幾番。更重要嘅是，佢發現自己嘅心態完全變咗。反而唔再害怕失去錢，唔再為未來擔憂，錢嚟走住減貧，錢走住住到坦然。佢甚至好似當住唔再先至遭遇錢嘅時候，錢反而源源不斷嘅流向他。陳鋒要處理貪官人時，向慧明法師道謝，法師笑笑口話：你無需多謝我，請你直接做做自己，我只是幫你挑對你平滅佢咗。法師要告訴陳鋒更深嘅道理，很多人以為有錢了就會快樂，其實恰恰相反，是你先快樂了，先富足了，錢才會來。真正可富足不是銀行入面有幾多數字，而是你內心嗰種平靜同喜悅。當你內心真係富足咗，外在靠財富只是個自然靠結果嘅啫。而且你應該明白，阻礙你與財富連接嘅從來不是唔夠努力，而是新嘅低頻概念圖。逃跑是匱乏意識，總覺得唔夠，永遠忘住自己唔好可以。呢種意識多數來自童年嘅影響。父母經常講開錢好難賺，我哋屋企好窮，會心理開錢意識裏種的匱乏嘅種子，即使長大後現實狀況改善了，呢種子依然會持續影響你對財富嘅感知。第二個，上輩子只做貪求，真正抓住結果無妨，害怕失去。佛經都講，執着是苦嘅根源，你執着錢係害怕沒有錢。你掙咗錢是因為你怕失去錢，呢種恐懼係能量，就時時對錢話，如果你離開我，我就完蛋了。請感受到這種沉重緊繃的頻率，反而會想逃走。第三個是焦慮恐懼，唯一或是對未來嘅擔憂中。考慮口頻率是非常低嘅，當你處咗高力中，你嘅能量層是混亂嘅、收縮嘅，是那種狀態嘅，你做出好嘅決策往往都係錯嘅，仲會使人哋更多便利焦慮嘅事情。真要改變財務狀況，首先要改變隻生命領頭，把頻率從匱乏調整到富足，從恐懼調整到信任，從抓取調整到給予。慧明法師教佢3個方法，你將佢定期做能量清理。拿出一張紙，寫上你對金錢所有嘅負面想法，比如錢好難賺，我不配有錢，然後一套一套改寫成正面嘅信念，比如錢可以以輕鬆嘅方式來到我身邊，我值得擁有一切豐盛。寫完後把原來嘅字收掉，讓負面能量隨着火焰消散。你都可以定期進飲水走，想象所有嘅負面能量都被飲水吸走，順着坑渠流走。最後我想告訴你，富足是一種狀態，冇是一個數字。有些人銀行入面有100萬存款，卻活得像個窮人，因為覺得內心永遠充滿恐懼和匱乏。有些人存款不多，卻活得富足安樂，因為覺得內心豐盛。真正嘅富有是內心可以自由與滿足。當你內心真是富足之外，再開財富，只是個自然配置過契機。唔好等到有錢咗先去快樂，唔好等到有錢咗先去揀恨，唔好等到有錢咗先去解欲。大家就開始成為幾個富足嘅人，你這就開始培養呢種富足嘅感覺。你成為先然後，你就會擁有。
就是冷眼聽聲林盡護其中之美味。如果傾議及分享對你有幫助，請評論區寫下財源廣進精進通透是一個聲譽就發出佢信號，宣告你已經準備好迎接財富的到來。也歡迎你將篇文分享俾身邊為情憤怒正契朋友，或者每一個分享就能改變一個人嘅命運。願你投對內在頻率，願財富主動揾到你，願你活出真正富足嘅人生。